牙擦啊，我这边专门的，这互我来，你去拼。你台底好啊，牙擦啊，我来。我讲哦，这边的牙擦啊，就地的是拢108块的。真是的。牛山108夹在来，你讲。卡紧的啦！哎呦，点，你用点看我了。谢谢。真正厉害，真正厉害。喂，小款，俺大帮忙哦。这款人家做出来，这款人家做出来，我讲啊，你拢点，这款人家既然家做出来吼，恁点，恁拢卖叮当，恁来叮当，我有代志。有啥代志咱好好讲。该当你若欠用偌济，你甲我讲，我互你了解。啊，叫伊那遐，卖我来，为着我的生命安全考虑起见，你卖我来，好拜托。你放心啦，少年，咱好好讲吼。你。你假笑，你唔食囝，你当大人当无过哦哈！你好脚好手，你也敢竟然出来遮做贼来共偷摕哈？袂见笑，你假笑你。都是安尼咩？你若是讲吼，你举刀安尼共敲着，人就无你烦咯。强中自有强中手啦。是啊，这贼仔我是唔惊啦吼，今仔日恁兜偷着物件我是唔惊啦。要唔我若在阮兜吼，我嘛是惊啊。哎呀，大哥，这唔食死啦吼，你唔通唔谈吼，哈？你无赶紧去存看你的物件，看见啥物款？对，哈，有遐多着吼，红的啦，紧来倒出来啦。我看，好啊，你这个死囡仔你啊哈，安尼哦，好搞好笑，唔讨谈，甲来这偷摕物件，我问你，啊个你咧另外一个工作，即摆走哪？紧讲。来。哦，做出来我真大班，阮小弟咧问你，你唔讲哟，你不要脸！我甲你讲，我知影，若做出来吼，爱用行的甲行为，我偷摕啥，逐项都讲出来。哦，你也知？啊，我较早要共偷干起，要去用行一摆。行哎，好行，你干嘛？你讲有啦，啊？下到。你下昼有你可怜啊，哪会唔踮厝的好花趁钱，要走出来人偷摕物件？我看安尼啦，既然甲下到哦，嘛真可怜啊，无甲放走好啦。对啦，准啊，啊你毋是会晓迄手艺，无你甲你叫伊讲以后吼爱改过自新。安尼啊？多谢。我的金条拢无去啊，我的垃圾车拢无去啊，伊啦，约住的。来，我问你，好好甲听好无？若无我要帮你说。你了个一个因共伴来偷摕物件，迄住伫迄倒，即摆人伫啥物所在？你唔讲，我你死！我讲，我带你来去。行。无得事。哥哥啊，我看吼，也是甲伊送去警察局较好哦，较妥当哦，莫搁会骗去哦。安尼啊？有理啦。阿坤，你甲斗阵。好，聊。你好，唔知囝。哦，即摆治安是有够歹啦。金条咧，你金条要紧啦，慢慢啊，只互伊送警察局，伊就有哪去查啦。所以大家吼出去吼，迄门啥爱关好，锁好安，窗门拢爱锁安。即摆查啊偌夭寿咧哦，迄出来偷摕，毋是讲来偷摕一家伙呢。即摆若来这庄头偷摕哦，规庄拢甲你控制了。啊，这家伙偷摕了换这家伙，这家伙偷摕了换这家伙，亲像讲像恁下暗调查头啦。恁厝边隔壁大家拢专负代志较济。是啊。像讲阮住伫恁隔壁吼，阮兜就阮。300去啊！咱兜唔知要紧啊无？你还搁安尼徛，要搁安尼徛。紧倒去看，紧倒去看。哦，金条去摕。哎呦，我的金仔啦！好。啊，你是咧擦擦咯？我看哦，倒哦，你今仔是咧发神经病。啊，咱迄贼仔是去对面偷摕物件，毋是伫咱兜啊，甲咱兜啥物地带？你是今仔无食药啊呢？你唔知啦，等下你就知啦。知啦，我唔知。啊，咱兜啊一间破厝啊，无啥物件通偷摕啊，你才烦恼啥？哎，伤空你。1、2、
啥？哎呦，家财拢记咧，规张好无错。你都要我付迄3000块啊？这不是我的钱，这是方进囝要互导演因囝娶某的红包钱。人方俊吼，若包红包拢包迄个万利的啦，伊哪有可能寄你3000块？你讲，你到底倒遐钱？这讲啊！方导，不是，是不是头上生遐钱？无，我袂去头上三家钱。我你要去这里家伙，你要头上生遐钱，你看我来啊！我袂干。死到啊！进来走啊！你人我望无意思呢，厝我伊吼咧，探见金啊，就已经在要清惨路票。你人我某个前两担在咧捉迷藏。你都唔知这死到啊？咪头唱3000块迄个洗卡钱啊？讲啥物？吼，方俊，安那？伊讲你摕3000块，叫伊讲要互导演因囝娶新妇的红包。哪有可能？娶新妇迄讲我人要去，哪有可能寄伊？连包啊！慢，好啊，哎，这样安尼，你哪安尼啦？这是场埕，你当作运动埕安尼咧走，我较大细只，人个红花伊碰见遐一金啊，头是应该连的，你人阿某为着3000块，冤家安尼大细只，会用笑死啦！什么呀？好啦，今仔日看阿娇吼，踮仔甲你讲情吼，我3000块先放在落地下，你地下烧烧啦。暗时吼，你就知死啦！大呀，代志唔好啦。安怎啦？什么代志啦？我甲你阿兄吼，你掠迄车仔去警察局吼，伫咧半路车仔走去吼，你阿兄为着要对迄车，叫车弄掉啊啦。去啊！